你有冇試過用1萬蚊食一餐飯呢？我人生第一次食間咁貴嘅米芝蓮餐廳，就係喺巴黎四季酒店啦。俾錢嗰刻個心都離咗嚟啊！食物質素同服務係點？一生人值唔值得試一次？記得睇到落最後啦！上年同老婆去法國慶祝聖誕節啊，成個行程我都交俾老婆話事，點知佢就揀咗間最貴嘅法國餐廳，食完梗係覺得好食啦！頭先一入到嚟咧，成個環境好似成個皇宮咁樣啦，非常之靚，令到坐喺入邊食嘢嘅賓客都好似宮廷貴族咁啊！呢樣嘢就真係出邊嘅餐廳揾都揾唔到啦！法國人最出名咧就係 beauty and romance， 對於美學係有好高嘅要求㗎，美食當然唔例外啦。追溯翻去到中世紀嘅法國宮廷，當時嘅貴族咧係好注重行為舉止嘅優雅，有好多嘅社交禮儀。喺宴會上邊咧，啲貴族會以展示自己嘅教養為榮嘅，例如點樣用佢哋刀叉去用餐，好注重儀式感同埋秩序感嘅。餐桌上邊嘅擺設啦，同埋嗰啲嘅菜式嘅呈現咧，都係藝術嘅一部分。就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咧，宮廷嘅廚師就失去咗貴族嘅庇護，令到好多人都轉移去開設餐廳，普通市民咧都可以提供到高級嘅料理，因而誕生咗現代嘅餐廳文化，令到法國美食開始走向大眾化，同時保留咗對品質嘅要求啊！法國人相信好嘅料理咧係源自於好嘅食材，佢哋偏愛咧用一啲當地亦都係當造嘅食材啦，非常之講究嗰個味道嘅平衡嘅，例如甜酸苦鹹之間嘅配搭，要滿足我哋味蕾嘅享受就唔單止係味道啦。法國餐廳嘅菜式就好似一件藝術品咁啊，好注重色彩同埋嗰個擺盤嘅設計嘅。對於法國人嚟講，用餐係重要嘅社交活動，無論係家庭聚會啊、朋友嘅聚餐都好啦，都會好強調共同嘅享受。所以咧，法國人會用幾個鐘頭時間慢慢去享受晚餐，由前菜去到甜品，每一個環節咧都要慢食，去細味咧嗰個食物嘅嗰個層次啦。佢哋認為用餐係其中一個最有儀式感嘅時刻，因此啊，法國係數一數二最多米芝蓮餐廳嘅國家，全球有3300間嘅米芝蓮餐廳，而法國就佔咗600幾間，香港都唔差嘅，排名第8，有140幾間。但係咧，單喺法國巴黎啊，就已經佔咗121間嘅米芝蓮餐廳，仲要有10間係3星級啊！咁其中最具代表性嘅餐廳就係 Le Cinq， 巴黎四季酒店 Le Cinq 喺2001年開業嘅，2年後就晉身米芝蓮嘅3星。雖然啊曾經降至米芝蓮嘅2星，但係由現任主廚 Christian Lescure 接任咗之後咧，2016年就每年都攞到3星啦。咁呢位主廚咧，佢喺法國嘅沿海地區成長㗎，由細到大咧都係受到呢個家鄉海洋同埋農村嘅影響，佢經歷咧對於經營 Le Cinq 嘅烹調風格咧係有好大影響。咁佢係特別中意用海鮮類嘅食材啊，將傳統嘅法國料理同現代技術去結合，創造出創新嘅菜式。即刻睇下 Le Cinq 係點咯！一入到去坐低，個 waiter 已經準備咗4個餐前小食，都仲未係前菜嚟啊！另一邊咧就有個 waiter 捧住成車嘅香檳擺喺我哋面前，直接問你想開邊支嚟飲啊！凳都未坐暖就已經開香檳咯，仲要問你中意 sweet 啲定係 dry 啲，我哋都唔好意思 say no。咁好嘅服務，究竟係咪餐廳送嘅呢？你就想啦，價錢都冇得俾你睇，埋單先知道原來支香檳比紅酒白酒仲貴。不過我見台客都開香檳，入鄉隨俗嘅我就梗係跟隊啦。嚟到 Le Cinq食飯，無論係男定女都一定要 dress up 㗎，唔可以着拖鞋涼鞋。咁本身我都已經係有所準備啦，着咗一啲好斯文嘅長褸啦，都唔 OK 喎。咁我就好驚啦，會唔會被拒之門外呢？不過佢哋嘅職員都悉心安排，即刻俾咗件4季私夥嘅西裝褸我着，又幾啱身喎！要換咗之後咧，先可以入餐廳嘅，認真高級啊！嗱，飲完香檳冇耐咧，佢哋就即刻問我哋食à la carte嘅 menu 啦，定係 tasting menu 喎？頭先一打開份 menu 咧，好得意喎！女士嗰本咧係冇價錢嘅，男士嗰本咧，哇，望完真係嚇一嚇。今晚應該留翻喺度咧，洗碗先走到啦。嗱，呢個 tasting menu 咧，連埋餐前小食就有11道菜咁多。既然難得嚟到法國，一於豪一豪佢，所以我哋就博取 tasting menu， 咁就成為每位5000蚊港紙啊！當然酒水就另計啦。即刻睇下前菜係有幾精緻先。呢度前菜咧，上邊咧係啲海膽嚟嘅，然之後咧佢加咗啲紅菜頭嘅汁，最底咧就有啲 cream cheese 咁樣，所以咧一入口咧非常之 fresh 啲紅菜頭汁，再加埋個海膽係非常之新鮮 ，perfect。
呢度三文魚天婦羅圈有 salmon 嘅鹹香，配清新有少少酸酸地嘅柚子金骨醬，考埋隔離嗰啲薄脆嘅天婦羅咧，個口感真係好有層次嘅。咁呢一度咧就係帶子配一啲新鮮嘅黑松露片啦，哇真係好大粒，亦都好新鮮，每日淨得2粒，再配埋啲鹹鹹地嘅 sauce， 食落有啲似中式小炒喎。呢個咧係一個西式嘅三文魚啦，配勁爆多嘅魚子醬啦。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咁特別啦，不過啲魚子醬就係好矜貴嘅。跟住就食咗一個金骨味嘅開心果雪巴，幫你清清個味蕾。再試之後嘅菜式 menu 嘅第7道菜咧係鹿肉喎，食落都有啲驚喜，有啲似牛肉啦，咁啊好有肉味嘅，少少似 rib eye 啦，個 sauce 又少少酸酸地，吊一吊你個胃口。然之後就係朱古力撻，成個用餐嘅過程咧，啲 staff 咧都會同我哋去傾偈嘅，咁啊問我哋喂拍咗拖幾耐啊咁樣，先知道原來其實我哋係慶祝結婚週年喎，咁啊仲送咗雪糕俾我哋啊，咁啊去到第2道甜品啦，呢一個係一個 crunchy 嘅 grapefruit，咁啊有好多唔同層次嘅 grapefruit 啦，grapefruit 嘅薄脆 ，grapefruit 嘅雪巴 ，grapefruit 嘅果肉 ，grapefruit 嘅 cake 啊，簡直係4重嘅享受。去到最後就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嚟到法國巴黎旅行嘅一啲小發現啦。咁我哋一直都以為法國人係好 chill、好 relax， 一定係 chill 過香港嘅，但係原來咧法國人咧係好心急嘅。嗱，香港揸 Uber 咧通常都唔會點樣喺條街嗰度逼人啊咁樣，但係原來咧巴黎人佢哋咧揸車係好心急啦，好猛震啦，一塞車咧就喺度逼人啦、cut 線啦、衝燈啦咁樣。我試過啊，坐人哋 Uber 架車，只係唔小心整起咗車入邊嗰個地下嗰個地氈啊，少少咋，即刻就會俾人接咗車，仲要即刻整翻好佢。法國人係好注重細節嘅，同我幻想有一定嘅差距喎。第二，法國人係好着重儀式感啊！咁喺呢餐飯裏邊咧，每一台都有禮物收啦。食下飯嘅時候咧，就有個 waiter 走過嚟送支白玫瑰俾我另一半喎。咁你知道女人有花收就最開心噶啦。然之後個 waiter 仲要同我老婆講，係佢另一半特別為佢安排啊！嗱，呢啲咪真係認真識做咯。跟住食下飯，又會有人走過嚟同我哋即影即有啦，送張相俾我哋留念啦。等到我哋食完最後嘅 Petit Four 之後咧，我哋已經好飽啦。佢仲會包起一啲 extra 嘅麵包同埋糕點啦，俾我哋聽朝食喎。咁啊，成餐飯 keep 住有 surprise， 呢啲嘢咧香港係唔會有嘅。咁 overall 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 Le Cinq 咧係真係好食嘅。但你問係咪真係值成10000蚊咁多咧？咁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平翻少少，個荷包就冇咁肉赤啦。因為畢竟喺香港或者法國咧，其實都有其他更加平嘅享受嘅。不過巴黎4季酒店嘅裝修真係好靚，一個好 high class 嘅宮廷風啦。嚟到法國食名貴嘅法國餐，仲可以同另一半享受甜蜜嘅時刻。正所謂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老婆開心就幾貴都值得啦。你有冇試過邊間嘅法國菜好食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就記得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你哋嘅支持係鼓勵我分享嘅動力。